各位小朋友，歡迎嚟到中文小賣部。你哋知唔知道啊？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一日，一位詩人消失咗啊！嗰日係農曆5月初5，就喺嗰一日，江水變得唔尋常，村民急急忙忙咁樣去划船、敲鼓，將飯團抌到河入面。究竟發生咗啲乜嘢事？點解啲村民要咁樣做呢？今日我就帶你返到2200幾年前嘅楚國去睇下究竟發生咗啲乜嘢事。從前喺楚國有一位有學問又有才華嘅大臣，佢個名叫做屈原。屈原非常愛國，成日都寫詩嚟勸皇帝去做啱嘅事，推動改革，亦都努力幫助百姓過更加好嘅生活。但係佢就俾啲小人陷害。屈原寫詩好犀利，佢嘅詩唔單止寫得靚，亦都蘊藏住好多智慧同埋感情，就好似《離騷》呢首詩咁，係流傳咗幾千年嘅名作啊。其中一句佢講到：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。意思就係話，我成日深深咁嘆氣，用手遮住啲眼淚，因為我見到老百姓生活得太辛苦啦。可見佢真係一位愛國嘅詩人啊！但係有啲奸臣妒忌佢，特登同皇帝講佢嘅壞話，皇帝仲竟然相信，將屈原趕出咗朝廷。屈原非常傷心，獨自一個人行去江邊，望住國家一步一步咁走向失敗，但係就無能為力。去到農曆5月初5，屈原嚟到江邊，佢望住滾滾嘅江水，最後投江自盡。消息傳開之後，村民都好難過，佢哋即刻去划船揾屈原，一邊敲住鼓，一邊大叫佢個名：屈原啊，屈原！呢個亦都係後嚟爬龍舟嘅開始。佢哋仲擔心啲魚會去咬屈原嘅身體，就將飯團包起嚟抌咗去江入面，希望啲魚食咗飯團就唔會再靠近屈原。而呢個亦都係後嚟食粽嘅起源。由嗰日開始，為咗紀念呢位詩人，大家每年5月初5都會做2件特別嘅事，就係爬龍舟同埋食粽啦。首先，我哋講一講划龍舟。划龍舟，你哋知唔知道龍舟係咩樣嘅呢？望下幅圖，龍舟就係一艘長長嘅木船，船頭仲會做成龍咁嘅樣。龍嘅嘴巴擘得好大，睇起上嚟又威風又神氣。而船上面坐咗好多人，有人划槳，有人打鼓，咚咚咚，每一下鼓聲都要配合划水嘅節奏，咁樣船先至會划得又快又直噶。你哋知唔知道爬龍舟比嘅係咩呢？係咪鬥大力呢？咁就唔啱啦。爬龍舟比嘅係團結同埋合作，每個人都要一齊努力先至可以贏得比賽。第二個習俗係啲咩呢？你哋望下幅圖就會知道噶啦，就係食粽啦。粽，你哋有冇食過粽呢？粽嘅外面會用粽葉包住，而裏面會加一啲糯米。糯米就係令到粽有黏黏糯糯嘅口感，有啲粽仲會包上蛋黃、豬肉或者豆沙，佢哋食起上嚟香噴噴、黏黏咁樣，好好味噶。而喺唔同嘅地方，粽嘅口味都唔一樣，有啲地方會鍾意食甜嘅粽，有啲地方鍾意食鹹嘅粽。各位小朋友，你而家知道端午節唔係淨係得粽同埋龍舟，而佢背後仲有屈原投江自盡嘅呢段故事。
你有冇想試邊一款口味嘅粽呢？或者坐上龍舟做鼓手呢？各位小朋友，端午節快樂！拜拜。